乡亲，早安！欢迎收看今日3月初4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先开始来关心昨早起9点半，咱台湾各地头拢传出熊熊失电的消息，而且是对台湾头到台湾尾拢有，影响549万户。到昨暗，有一寡所在也无电。停电是影响生活，南部有的大路无路灯，有的点头是点蜡烛甲做生理。到昨暗9点半，民生用电豆豆恢复。台电是表示，因为有2条电线过样，所以云林有9000户，高雄有8600多户也失电。我阿嬷高雄公山的路的，还有一寡所在电也未来，路灯拢无多，看袂清楚。有快无？暗暝烧鸟啊！哦，敢若迄用轰炸过安尼啊！垦丁的台湾路暗时有真侪人想要出去买食的，车开就开到一寡无电的路段，落只敢若看到车的头顶，厝内无电无法度煮，真侪人走去外口买食的。自助餐的业者当头顶煮几道菜勉强营运，自助餐台顶头点蜡烛，搁用手机啊照，才看到夹到什么菜。没有灯夹菜看不到哦。是啊，这样子哦，我手机这样子你们看得到的。停电，超商惊讲冰箱内面的物件会歹去，而且无电，柜台也无法度继续，只好暂停营业。只敢若几间杂货店还阁开的，真侪人要来买手电甲电池。有手机筒吗？没有了。怎么这里没有头灯？哦，前面这里。大家拢伫咧等电来，这边停电，全台湾失电的户数有549万户。经过抢修，中昼12点已经恢复70%，暗时9点半，民生用户的电全部拢恢复。记者综合报道。昨昏全台湾大停电，总统府行政院第一时间拢有赶紧出来回息的，嘛强调会查出原因，追究责任。这已经是蔡政府任内第5届大规模停电。经济部长王美花的记者会透早开一摆，暗时各开一摆，昨暗嘛随提出补偿的方案。造成国人同胞的生活上的不便困扰，表示最大的歉意。行政院对初3早起全台湾大停电出面道歉，讲已经要求赶紧调查代志发生的原因，若是有认为疏失，一定追究。总统府也对造成民众不方便表示道歉。这是蔡政府任内第5遍停电。2017年，因为大潭电厂管线操作不当，造成8英亩大停电。迄当阵正拄好是上下班时间，交通规个拢拍干。迄当阵的经济部长李世光因此下台。2021年513兴达电厂电网事故影响全台湾，蔡总统是出面道歉。下午，高雄新达港电厂因为电网事故造成部分的机组停机，导致全国许多地方有停电的状况。我要在此向国人表达歉意。513大停电，全台湾400万户受影响。过无几天，517又搁出现分区限电，大家就伫咧讲爱检讨电力。结果2021年年底，万隆变电所设备各种导火搁停电，昨嘛初3早起搁停电。经济部长王美花初3暗亲自开记者会说明。那我也在下午的时间也到行政院跟苏院长做报告。话讲到一半，就互警方喊到。经济部长王美花讲，台电董事长甲总经理已经请辞负责，要甲议长苏贞昌讲要自请处分。不过苏议长讲稍等咧，对受影响的停电户，台电也提出补偿的方案。比照这个万隆电厂的这个停电的部分工业用户跟这个家庭的用电会给予95折的补偿。那但是呢，如果停电超过6个小时以上的部分呢，那我们会加倍的补偿。不过高雄桥头地检署正罕见主动讲要介入调查，若是有涉及人为的不法，专案小组会依法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去年5月13到昨昏无到1冬的时间，高雄的兴达电厂已经突出3届，影响全台湾的用电。兴达电厂是投入200人抢修。高雄市长陈其迈即马要求台电一定要检讨。不过咱环保团体是认为讲，这几届的失电拢唔是因为咱电无够，不过咱的电网哪会遮烂遮无动头，是啥物款原因？应该爱抓出来，才有法度正讲解决问题。公司伫兴达电厂附近透早来上班的人，煞伫早起9点外听到一声真大声，像风安尼尔呢，
轰一声，真大声哦！几点的时阵？到9点无遐粒吧。上班的工地也停电，不过唔敢确定是不是甲兴达电厂有关系。不过台电证实，全台停电甲兴达电厂有关系。兴达发电厂开关厂有一个设备故障，那这个设备故障呢，也造成那个龙崎超压变电所那边有一些问题，所以整个南部地区的电力供应就出现了问题。电厂回应初步了解是电厂一个开关设备故障，影响用客超过压变电，河南机组跳开，系统也自动撤离保护，南部地区才会停电。是我们电网都是全部都在一起的，对。那确定不是在我们龙崎变电所啊？哦，这样子哦，要不然怎么会传出？我们是引发的啦。去年5月3大停电影响400万户，5月7停电也造成60万户无电通用。不过过无到一年，兴达电厂阁出状况，也和高雄市长陈其迈严肃要求台电爱检讨。台电公司也应该要来做检讨哦。那针对电源的一个稳定供应哦，尤其在整个电网的一些规划，那也必须再做检讨。不过，绿色公民行动联盟认为，这摆情形甲去年停电相同，拢是设备故障了后启动的预防措施才跳电。建议政府重新检视电网问题，也有电厂可能设备老旧的问题。到底在电网设备或者在兴达电厂的这个系统上，到底出了些什么的问题？那当然，我觉得它还凸显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国家的电网有一个这样的弱点。那这个弱点就是我们电网的韧性不足，所以它会牵扯到整体电力系统的稳定。这摆停电也传出台电内部挂楼报告，指出原先是厂内 SF6绝缘体无回电完成，就操作架开关造成小拍电。不过电厂无证实，核三厂有2部机组因为保护机制跳开，不过原因回讲是挂电因素。当依照定数安全停机无核安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拢是好天、烧热的天气。敢若基隆北海岸甲东半部有低渐雨。咱来看云图。气象局是表示，今仔日天气甲昨昏差不多，各地日时高温是26度至31度，也毋过低温是差不多是17度至20度。日时暗时的温差有较大。今仔日是透偏东南风，所以伫闪方面的西半部空气品质就较歹。中部、外岛空气品质是柑仔色的提醒，本嘉南、高雄、屏东空气品质是红色的警示。另外要提醒乡亲，明仔载到礼拜，东北季风会增强，北部、东北部温度会下降。东半部、北部的山区会落低渐雨。礼拜日开始，北部、东半部、中部的山区拢会落雨。那礼拜暗到后礼拜一，全台湾拢有机会会落雨，尤其北部、东半部的雨嘛较粗。加上大陆冷气团路南，后礼拜一到后礼拜日透早上介寒，关山嘛有机会会落雪。那这波冷空气到后礼拜三才会减弱，温度才会回升。在国际消息，咱来关心战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战第8天，伫乌克兰的城市赫尔松市，即马互占去了后，另外真侪城市嘛继续互轰炸。双方第2轮的谈判是已经结束啊，不过并无达到停火协议，而且即马双方是有同意讲会开一条人道走廊，不过针对这场战事，两国的总统拢有坚持，所以也无达成共识。这台车驶到一半，突然间看到头前有飞弹射来，发生大爆炸。伫更较远的所在，又传来另外一遍爆炸声。这是乌克兰北部的城市切尔尼戈夫，目前也阁是政府军控制。首都基辅、第2大城哈尔科夫、重要港市马里乌波尔也阁守调的。不过俄军连续几落天轰炸，民众想要走也无在调，而且有一寡所在无水无电。Хочу сказать, что специальная военная операция идет в строгом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графиком. Не хочешь сейчас уйти? Сядь со мной за стол переговоров. Я свободен. 两国的总统对这场拍了8天的战争有家己的坚持。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国安会议叫大家爱记的已经选一个同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叫普京甲伊面对面谈，也希望西方国家提供战机。双方第2轮的谈判结束，乌克兰表示无结果，俄罗斯认为有进展。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коридора на период выхода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Я считаю, что это существенный прогресс. К сожалению, к огромному сожалению, мы не получили тех результатов, на которые рассчитывали. А также для доставки медикаментов и продуктов питания в места наиболее ожесточенных боев
伫乌克兰南部挖俄海的重要港市哈尔松已经被俄国提起，俄军的坦克车也进入市区，这是俄国入侵乌克兰了第一个摕到控制权的城市。俄罗斯64公里长的车队，即马正伫咧向基辅山顶动，不过燃料、食物、零件拢欠，所以速度真慢。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乌克兰内面真侪人是赶紧离开，走去欧洲。目前可能有要80万人离开乌克兰，不过也是有爱国的民众决定要返去乌克兰守护家园。乌克兰中南部都市第聂伯罗，西线列车月台，逐工拢是人真侪情形，真无简单客上车，安排好边的囡仔，毋过为这富人人因面顶悬的表情，因感受到互战火逼甲离乡背景是甚款的心情。Потому что я разрываюсь, я должна увезти ребенка в безопасное место, и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половина души остается с теми, кто остался в Днепропетровске. 乌克兰18到60岁查甫人禁止离境，爱留伫国内应战，去波兰边界公路，拢常常因看到家庭骨折分离的悲惨。一名芬兰记者伫通往波兰的路程，互一对特例乌克兰母仔坐顺风车，查某囡仔干着目屎，讲爸爸为什么无来的话，互人听甲真心酸。А папу оставили в Киеве. И папа будет продавать что-то, будет помогать нашим героям, нашим войскам будет помогать, может даже будет воевать. 联合国的资料指出，目前已经超过80万人脱离乌克兰，主要集中伫附近的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匈牙利、加摩尔多瓦，其中各以波兰接受难民人数上侪，已经超过45万3000人入境。逐工各5万人的数量继续增加当中。波兰阁准备医疗列车来载送受伤的乌克兰人，各1230间病院用接受进行治疗。波兰边界都市科尔佐瓦初期都出现捷克的救护车，来将捷克利沃夫撤离出来当病囡仔，再去捷克做治疗。住伫波兰的安妮塔米勒坐一大连驶1000多公里的路，初二赶到斯洛伐克，将伊乌克兰朋友接回去。Mamy przygotowane mieszkanie dla Mirki i dzieci, czekają tam nasi współpracownicy. 不过，有人选择回国尽一份心力。波兰东南普热梅希尔市的火车月台，初暗时有一阵乌克兰人坐要登去利沃夫的列车。Бо на Україні сім'я, діти, війна. Треба додому їхати. Ви не боїтесь? Ні. Все буде по-нашому, все буде добре.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大家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咱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受疫情影响，去医生看的人减真济。台中医生是表示，咱台湾10大癌症头一名是大肠癌，体检率去年比去年降22%，减31万人去体检。照大肠镜的转介率嘛有减20%。惊讲未来大肠癌的患者会一棍头加真济。来看中国时报，行政议会伫昨昏通过代替公司化业设置条例草案，要送入法院审议。其中上受外界注意的是，要用代替的三地土地来成立1400亿的基金来行负债来行钱。这不是按工会建议的，是所有的负债由政府来承担来吸收。代替的企业工会就表示，无排除要发起真正甲抗议。来看联合报。昨昏，咱全台湾大停电，南部有几个加工区到昨下晡拢也无电。业界就表示，常安尼停电是造成大损失，半导体、供电、通过的供应链拢受害。部分的业者因为台电降压，所以厂房一寡设备机台嘛拢有受影响。业者是估计讲损失应该有100亿。再来，咱来关心，咱全台湾昨昏无电失电，台铁甲高铁嘛拢有受影响，有传出灾情。根据台铁的统计，有影响36座车帮，36座火车，有4000外的旅客受影响。那今仔日拢已经恢复正常啊。另外，高铁的部分嘛有3帮车受影响，那目前嘛拢已经恢复正常。
广播团来全台湾大停电，初三早起9点半，台南火车站的列车无法度行驶，旅客敢若会当坐伫位的看手机啊，较袂无聊。时刻表显示开车时间也毋知，一寡人客伫咧车站问什么时阵会当恢复行驶。有民众往回台南甲高雄上班，行程规个拍乱。我11点上班，应该是来不及啦，但就是看公司的公司回应。那个接驳公车，那目前的话是行驶台南、新竹、高雄，然后我们高雄到屏东，还有另外的高雄那边会办接驳公车。若是一个纪公号受到停电的影响，卡伫九曲洞到屏东中央，已经用柴油自强号连挂拖到屏东车站。代替是讲，受到台电跳电的影响，新营到金轮站中的电车线拢无电，拢总影响36列4185个旅客。成立一级应变小组，也启动新营往回枋寮站的公路接驳机制。比如说，他本来是台北开到高雄的，那到了新营以后，他就下不去，如果他的时间刚好是在这个现在目前没有电这个区间，他就没有办法往下开，他就会开到，比如说开到新营，他就会停下来。那这个列车我们可能会整理，又变成北上的列车，比如说自强号，它就代替原来从高雄开出来的车往北开。好佳在早起11点30分开始，新营甲金轮全部拢有电，区间列车也顺利行驶。高铁部分原来受到停电影响，早起有3班营运列车捌停开，班次原来慢10分。叫车来的时候，他就说红绿灯都坏掉了，所以我叫的 Uber 也就等好久才到。对。现在你看到说，高铁这边也说有部分停驶或者是暂缓的这个状况，你会觉得说，被影响到了？我不知道，所以我要问他们，我刚到而已。反正如果真的停掉也没办法。对这件代志，高铁是回应停电的影响是为中央到台中，目前拢有电，营运也拢正常。记者综合报道。昨雄雄失电，除了双体受影响，那车路、大路雄雄无车红灯，交通嘛拍夹。另外，高雄捷运嘛是到下晡4点半电来才恢复营运，那高雄的轻便铁路嘛有受影响。停电嘛，互高屏企业水坝芳无法的，水厂全无水。有高雄人即嘛是无电佮无水。另外，屏东有的所在嘛无水通用。虽讲伫昨中昼，南部已经开始送电啊，毋过尾暗仔又搁跳掉。救护人员黑暗中被楼梯搭层拍开电梯门，要确认电梯位置，因为有一名有18个月婚姻人，甲红色封条伫台南这间上路的电梯内已经1点钟啊。现在念出来。啊，谁不舒服，我们过来这边，我们拜凉。互救出来民众也阁真惊吓，初3早起全台大停电，南部变成重灾区，台南、屏东等地拢传出民众掉伫电梯内的事故。家己也有停车场因为停电，车辆想袂起哩，车主只好赶紧通知业者来处理。我第一摆碰到咧。路口号志也停止，高雄几个路口交通大拍夹，真危险。高雄轻铁列车就就地停伫路上，因为供电无稳，原本一度恢复行驶，下昼阁再度受影响停驶。早起车站甲挂台拢空空的高雄捷运，到下昼4点半才恢复通车，坐车民众只会当改坐客停车，也毋过困扰的毋拿民众。若停久吼，冰箱的物件都歹了了啦。无电也无水啊，毋知变啊。铁门还未开就拄着停电，头家坐伫门口真无奈。受停电影响，真侪餐厅的厨房、用餐区拢乌酥酥，都惊实在歹去，店家根本就毋敢开冰箱。这波停电，互南部为民生交通一路到制造业，拢变成受灾户。今仔日自己无做啊啦，你拜六个变出来，后迄个船又阁坐袂着啊。当咧关火期的螺丝工厂拄着停电，损失至少几10万起跳。更一大厂中钢也有几啊条生产线受到影响，一直到下昼才渐渐恢复供电。损失犹太调查评估，停电也影响台南甲高雄部分供水。高雄有10个区域，预计停水要到反正12点。拄开业的台南3站商场也因为停水停电暂停营业。4.07停了哈。屏东、高雄甲嘉义市部分中头已经恢复供电的区域，下昼阁因为台电供电无稳，陆续传出停电跳电。台电表示，恢复运转的发电机组起来也需要一段时间，阁是着日头渐渐落山，太阳光电出来渐渐减少，需要相对减少部分规线的用电负载，所以造成部分用户停电，范围包括嘉义以南地区。记者综合报道。昨雄雄失电，真侪人第一时间是掉伫电梯内。总共掉伫电梯内底是要安怎才好？新北市的消防局就提醒乡亲，讲第一爱赶紧去电梯内底的通知警报，而且赶紧打电话予119，而且爱拍电梯门话休等人来救。上界重要的是，唔通家己硬要甲电梯门撬开变开，安尼是真危险，因为有可能会摔落去电梯旁。
目前他们是2楼的售柜，海边那个店没有了这样。接到新北市中和有人掉在电梯，消防人员赶到现场，行起2楼电梯救援，总算拍开电梯门，顺利将人救出来。里面的人跟你回应了吗？刚刚是有听到敲门声了。继续甲受困民众沟通，拖车也接到民众掉在电梯，有人被救出来了后，赶紧向消防队员做道谢。全台大停电，真侪县市车衫拢报案有超过100件，甲掉在电梯有关系。毋过民众伫电梯若是卡伫内底，第一时间要如何处理？应该会想办法按紧急铃吧，或者是看一下手机有没有收讯可以求救之类的。我会按紧急钮啊，就是紧急逃生的那个。在电梯里面乱弄的话会不太安全，可能会掉下去。电梯的状况真侪，也可能亲像安尼，卡伫楼层之间，民众若是无注意，下层还未到位，无细致落入去就有危险。消防局就表示，其实电梯毋是密闭空间，拢有空气，民众受困一定要保持冷静，是990通知电梯公司甲管理单位，同时搁卡行动电话向消防队求救。2种拢无回应，爱拍电梯门发出声音呼救，等待救援。切记不要轻易地打开电梯内门的部分，因为避免说你这从电梯内门做衰弱的部分，那这个问题会产生更大。紧急通话按钮以外，连到管理室以外，另外你还可以加装一个紧急直播电话，这个紧急直播电话就会直接连通到我们的，比如说维护厂商的中控室。不管是消防队也是电梯业者，拢呼吁唔通凊彩撬开电梯门，家己脱困，因为安尼行为只会增加危险。消防队也强调，会透过电梯万用锁匙，或者是找找紧急开关，赶紧为外口协助。民众爱把握自救3关键，等待救援，才是好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是已经超过4亿4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599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71例。目前咱台湾即马计共20653例，中国病例超过10万例，日本是超过522万例，韩国超过37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的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是超过8000万例，印度超过4200万例，巴西超过28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1900万例，法国是超过2200万例。在关心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是表示，虽然目前俄罗斯甲乌克兰也咧战，不过联准会也是打算伫这个月要提悬利息，希望会当稳定钱愈来愈保值的趋势。另外，各国制裁俄罗斯嘛造成汽油的价格抢悬，甚至即马佫风声讲，因为俄罗斯受制裁，所以北溪2号天然气公司破产啊，失掉100多个员工。面对一直升悬的通膨，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初二伫联邦众议院证实，这个月将升息1码。I do think it will be appropriate to raise our target range for the federal funds rate at the March meeting in a couple of weeks, and I'm inclined to propose and support a 25 basis point rate hike. 鲍尔认为，伫高通膨甲极度紧张的劳力市场因素，升利息是需要的手段，而且无排除伫未来某一个阶段会起佫较悬。And to the extent inflation comes in higher or is more persistently high than that, then we would be prepared to move more aggressively by raising the federal funds rate by more than 25 basis points at a meeting or meetings. 那当前俄乌战争甲经济制裁对于美国经济产生高度无确定性，联准会已经正向分析无同的情况，也毋过犹原有真大的无确定性。The near-term effects on the U.S. economy of the invasion of Ukraine, the ongoing war, with sanctions, and of events yet to come remain highly uncertain. Making appropriate monetary policy in this environment requires a recognition that the economy evolves in unexpected ways. We will need to be nimble in responding to incoming data and the evolving outlook. 也毋过受到严厉经济制裁，俄罗斯引起混乱甲惊吓，国际油价起到7年来新悬。布鲁特原油初二突破1桶112块美金，就显出对主要出口国俄罗斯供应中断的烦恼。
同款受到制裁，刷中东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线，位伫瑞士的北溪2号公司传出已经向法院申请破产，过失了100多名员工。不过北溪2号营运商初日发声明表示，不得已失掉100多名员工，不过并无正式破产的传闻。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法国总统马克宏昨昏阁甲俄罗斯总统普丁通电话，2个人讲点半钟。马克宏电话讲煞对这场战事停战无啥乐观，伊认为讲上海总统还未来，嘛认为普丁是想要伫规个乌克兰。来看美国、日本、澳洲甲印度举办4场的安全对话，讨论乌克兰的局势，嘛同意要建立新的人道救援机制，要来帮助乌克兰。4个头人嘛拢强调讲，绝对无允准任何单方面想要改变印太地区和平的代志，各国拢无应该受军事、经济甲政治压迫。来看北京冬季奥帕运，伫今仔日要开幕，不过国际帕运委员会 IPC 昨昏已经宣布讲，这场比赛禁止俄罗斯甲白俄罗斯的选手去参加。那这个决定是互主办国的中国真严肃，赶紧出手禁止网络顶头讨论这件代志。镜头搁等下咱来关心美国的前国务卿蓬佩奥来咱台湾访问，昨早甲总统蔡英文见面，刚好伫这时间点煞拄着国内失电，总统府嘛取消网络直播。咱总统蔡英文是表示，蓬佩奥伫咱台湾真受欢迎，若是有机会就爱接来。若蓬佩奥讲，伊除了怀念咱真介意咱台湾的往来关以外，伊嘛讲美国支持台湾的立场未改变，会做伙对抗中国。Good morning. It's so wonderful to see you. Yes, after seeing you, I'll see you all the time.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台湾，初3早起，总统蔡英文接见，而且颁授特种大綬精神勋章，感谢伊对台美关系贡献。不过拄好拄着全台大停电，前总统府强电无问题，不过取消网络直播会面。好加在过程一切顺利，蓬佩奥阁透露期待食到往来瓜。I can assure you that the American people stand with you in that very effort. Bless you. Thank you for this incredible privilege today. It is such a joy to be here. I'm going to enjoy the dried pineapple very much. And I know that I'm going to enjoy even more than that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the Taiwanese people. 尤其蓬佩奥前国务卿在台湾的人气很高，来访的消息一出来，立刻引起许多的关注和讨论。希望未来您常常来访，我们一起继续为深化台美关系来努力。蓬佩奥才讲到往来关，下晡行政长苏贞昌就准备好交代，佮当面肯定蓬佩奥连续做法，互人感觉美国无受制中国，台湾民间对伊拢有感情，甚至挂看板欢迎，希望台美之间友谊更加坚定，互恶处边唔敢轻举妄动。台美之间能够更坚定友谊，让想对台湾有不良企图的侵略者不敢轻举妄动。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something that we have come to understand and take seriously, and we know we must confront in a way the people of Taiwan can live in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as they tell you each and every day they want to do. Know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with you. 蓬佩奥除了表达美国力挺台湾，面对乌克兰情势，也讲到全世界看个真清楚，台湾也加入制裁俄罗斯，佮分享资源和乌克兰人非常努力，想要强化台美之间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台海局势，最近中国军舰是接出现伫咱红头树东南边的海域，一礼拜就来3届。咱国防部是表示，咱全程拢有掌握。即摆有学者是认为讲，中国除了用行为来吓惊台湾，嘛是想要来了解咱台湾的东南海面甲空隙。俄俄冲突炭烧牵动两化局势，共军继续伫台海有军事行动。3只强南方亚述初日暗出现伫南苏东南方50里海面，初3早起离南苏东南方80里海面研破进入巴蜀海峡。特别注意的是，这是中共军舰一礼拜来3摆出现南苏外海。国军运用联合勤监侦，严密监控台海周边海空域的动态，并且适当的应处。目前的状况正常。
江南出现咱国东南海峡外界解脱甲美国代表团，参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连续来台有密切关联。中共用议员手法借着基南扰台反制台美交流，不过学者也示警，即摆政治意涵包括军事演练简化强军伫西南空域战场经营已经真熟练，即马将势力范围想要延伸到台湾东南海空域，强军将咱目标指向美国本岛。他很可能就会把台湾就是南部的这个巴士海峡，还有东南部的这个水域，都纳入他反潜例行的常态巡逻区。用意第一个当然是阻绝降低美国潜舰进入南海的这个几率。那第二个是确保它的潜舰出太平洋的一个很重要的水下走廊。国军除了应对强军潜南威胁，乌克兰拍拼抵抗俄罗斯入侵，透过实战验证，无对天作战发挥效用。学者指出，这代表国军最近建军方向行对路，国军也有大量拖式飞弹、参标枪飞弹对抗。甲乌克兰无同的是，国军有台海天然屏障，佮透过各式飞弹组织强军为海上进攻。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疫情。咱国内昨昏是新增加66个大病入境的案例，也有5个本土病例。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这5个本土病例内底有4例是甲桃园的美的幼稚园有关系。另外有1例是宗教团体群组感染的案例，拢是伫居家隔离期间阴转阳，所以对社区的影响较小。目前咱国内也有6条传播链也咧找感染源。那进前伫台中卫病的严准署经过检验了后，即马确定伊是一条独立的传播链。国内新冠疫情有较短好，按过也是有确诊个案。指挥中心宣布，初三新增加66例境外移入，5例本土个案。这5例本土当中有4例是桃园美迪幼稚园相关个案，其中案20552是进前观音国小妇幼确诊个案，案20619的阿姊无镜头，按过验出 CT 值不加悬，达到31，N 抗体也是阳性。另外3个人是进前确诊学生囡仔，案20580的妈妈，案20751加带彰化2个表兄，案20753、20754。另外，还有1个本土是甲台北市宗教传播链相关，捌参加春酒确诊个案，案19951的爸爸，案20755。这5例拢是居家隔离阴转阳。总共有5例都是在我们的疫调匡列之中的人，20752、20619、20622，3位抗体都是阳性，而且 CT 值高的这样的数目。我们当然这2条线，都要把它当作可能的源头。目前国内也维持6条感染源不明、犹太清在传播链。指挥中心也公布最新的基因定数，既然家庭甲上百火锅店有增加一寡新定数，拢甲同机场同款的数列。面伫幼稚园有一寡案例，拢甲同机场延伸的西利餐厅同款，研判是同一条传播链感染的。台中港验准署数列也公布，是属有 BA.1，甲其他所有本土传播链的数列无同，是国内第16条 Omicron 传播链数列，属有单一个案。目前来讲，它是单一的个案，它并没有造成任何的外扩还需要持续监测到3月10号。到底国内疫情短好的同时，后礼拜1要放零边境管制，外界关心台湾什么时阵会当大解封？对正代志，陈时中是以香港做例，强调爱看疫情甲管制措施来决定，因为先过头着急，台湾也是有可能会大反苦。香港一向都控制很好但是现在几乎是一个指数型的一个大爆发那台湾本来是管制跟他们都差不多的，那如果我们没有这警戒好，或是有任何的疏忽，这样的一个大爆发绝对不是没有可能。但是旅游业者提出357放零观光防疫建议，但是中是讲这也是爱看国内外疫情才有法度决定。哪做拢会当控制疫情，当然也无排除任何可能。记者综合报道。嘛是健康的消息，这是大肠癌已经是连续14档是咱癌症的第1名。也毋过受疫情的影响，民众较无爱去病院，所以癌症的体检率是降低，医生较烦恼。医生是呼吁讲，咱咧对抗疫情，该做的嘛是爱做，爱保持正常的生活，而且建议民众唔通贪甜，唔通食伤甜，还有45岁以上的民众爱定期做检查。
受疫情影响，民众较罕得去病院，癌症体检的比率也变低。国健署统计，对2021年1月份到2021年7月份，鳞癌、子宫喙癌、大肠癌甲喙腔癌体检率减1成。其中，以14年来癌症发生率上悬的大肠癌减上济，2021年比2020年减15%，减了194000人。非传染性疾病占我们10大死因大概有79%。共同危险因子包括4个，一个就是烟跟酒、不健康饮食跟不运动哈。那包括含糖饮料会增加肥胖的风险，33% 的这个罹癌跟肥胖是脱不了关系的。国健署表示，大肠癌发生甲死亡率有快速增加，而且少年化的趋势。爱食甜料、甲有糖的饮料、食食困眠无正常、参年岁加拢是病因。医生也指出，男性比女性得大肠癌的比率高1.5倍，呼吁若验出阳性，就要赶紧去做大肠镜检查。大便迄个内底有血吼，迄阳性的报告，你一定要紧做，因为你有大肠癌的风险是一般人的20倍至30倍，提死伫大肠癌的机会可能会增加64%。国健署补助50岁到74岁民众每2年1届做血便检查，会当降低35%的大肠癌死亡率，呼吁定期体检，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记者阿明金、曾派文台北报道。咱国防部伫今年有成立专门防卫动管署，因是表示会出版专门的国防手册，分予民众，提升民众对战争的应变能力。即摆有民间团体是参考军事专家意见，也有嘛参考外国的民防手册，替咱台湾即摆做一本新的民防手册。满满一页的插图，紧急救援牌啊，应该安怎准备，让部你知。这是一本台湾独立媒体参考军事专家甲国外民防手册，经过1年的准备所出版的民防手册《公民行动指南》，互大众平常时就会使知影战争发生的事应该安怎做，破除各种战争的迷思。大家会对战争的观念可能听伫演习嘛，也是讲听伫较以早。即摆战争的情形甲以早已经无相像啦，无人机即款物件。伊渐渐的伫战争内底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台湾一直伫拄着混合战这件代志。这本手册内底其实嘛有强调一个部分，就是尤其是假消息，你爱安怎分别。因为罗西亚参乌克兰的战事，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引起关注。国防部承诺会推出民防手册，发予民众，提升大众对战争的反应能力。目前当咧行政院审核，小重点认为，虽然民间版本的发行量无法度甲官方版本相比拼，但是内容是较有春秋空间。罗西亚的军队吼，伊可能会假做家己是乌克兰的军队，用画图的方式甲大家教讲，咱安怎做基本的敌人甲咱家己军队的识别。阮伫内底就话讲，咱台湾的军队可能会生做啥物款，解放军伊可能会生啥物款，阮嘛有写伫内底啊。萧重点表示，民间也有真侪团体咧关心大众对战争的认识，按算会甲这团体合作，透过办活动、也有募资等等方式，做回送民防手册，提升大众对战争的认识甲准备。记者郭本长随台北报道。文化新眼界，做伙来看布袋戏。布袋戏是咱早期台湾民间正史上的娱乐，时代的改变，传统艺术嘛爱对时代变巧甲创新，才有法度吸引观众去看。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网节目，明仔载暗7点半，就要带乡亲来看戏班的第2代朱相普，安怎团结其他的剧团，甲因靠我来，加增加力量，用电影的声音、灯光甲效果，也有动画，做出光雕布袋戏。布袋戏是早期台湾民间普遍的休闲娱乐，不过随着时代进步，传统文化面临舞台消失的危机。为了活化产业，台中丰原的新盛景将中剧团运用现目的光影技术，团结各队戏班的力量，把布袋戏过去的好光景找回来。你很难想象的，这个代志应该是可能是霹雳，可能是金光这么大的组织来做的，结果是台中丰原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小团，因为光雕一战成名。虽然自细汉看老爸人翁啊，不过朱相普并无想过要接班。
大学毕业以后，就食电脑动画工具。4年前，伊开始制作光雕报道戏，运用投影、声光特效创新表演形态。2021年，进一步串联展览甲工作坊，打造定目剧的商业演出模式。最好是可以赚到外汇，就是观光客人流进来赚到外汇，台湾才会真正的应该说我们的文化产业真正的行销到国外去。根据团结中心106年传统表演艺术消费参与解放调查报告显示，像报道戏这类以描绘为主的艺文展演，民众本身付费意愿较低，要如何创造更较多商业产值，让传统表演艺术行出新风貌，自上破腰地实验，找出艺术经济上大效益。记者吴定武、黄文良综合报道。咱讲食肉食三层，看戏就要看烂摊。北管的人间国宝曾正才老师去年过身，不过伊在世时有受艺生，传承伊一世人的功夫。有两个本地是歌戏的乐师李翠兰甲周以谦，就拜曾正才老师为师，学北管戏甲音乐。因是曾老师头一届艺生，伊嘛讲会甲曾老师教因的功夫继续传落去。人学了伊是八只交椅坐透透的北管人间国宝曾正才老师，伫2021年的时阵已经去做先啊。曾老师对北管音乐的意志坚定，信心点点北管技术的传承。才做人间国宝的迄当时，有受艺生来学习。本地已经是歌戏乐师的周以谦，敬重曾老师的北管技术，决心要来含伊传承北管的音乐。曾老师伊细汉的时阵，就伫福兰社主题学戏。因的爸爸就是我的师公，伊就搁对这个戏班做戏，所以讲曾老师有两款身份，一款是这个主题班的身份，一个是职业的这个戏班的这个学习的过程，所以讲他很能够代表一个这个宜兰地区这个北管后场音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啊，尤其伊这个伊的吹，伊的这个唢呐的演奏吼特别好。各种乐器都很精通。人讲食肉食三层，看戏看烂摊，烂摊戏就是北管戏。曾正才老师所创立的汉阳北管剧团是目前国内唯一的职业烂摊戏班。第一届毕业的艺生李翠兰虽然是伫戏班大汉的囡仔，不过来学这北管却是全部顶来。这小段唱念唔爱唱有口的，连北管所讲的官话也拢是顶学过。其实我拄入去北管的世界的时阵，拄初是痛苦的，锣鼓点也不一样，讲口白也不一样，唱的也完全都是不一样的。老师的意念就是一直讲，我即马甲恁教，以后恁就是爱去开机线桥。这个北管传统的物件，遮尔啊真水，啊万一若阁无传承出去，是毋是就真正这个物件就要失传去啊？这两位已经出赛艺生，唔但要甲北管戏传承落去，也要推广出去。那邀请戏剧界的三兄弟来相听，甚至邀请北管界真出名、做粗桥真出桥的林义峰、阿胖老师来合作。阿胖老师也有口述伊所知影的北管戏本，趁到演出机会，佮捡到一本精彩的北管戏。我差不多14、15岁就开始做甲单哦。我对这个北管吼较有热度心。所以讲，人若甲我讲，招着讲，咱来练北管好无？来练好无？我就有迄个兴趣，所以我就有想要出来。凭我会晓的范围内，我就该互相配合，大家斗阵安尼来研究安尼啦。虽然曾正才老师已经去做先啊，虽然北管戏内容固定，bài字拢按好啊。不过，这是咱台湾传统音乐、传统戏剧的根源之一。透过经典戏文的演出，希望北管戏会当继续留在街头巷尾，会向民间的艺术学习讨宝贝，甲流传落来北管戏重新整理，让北管的文化继续开枝散叶。记者陈家豪台北报道。早起看世界，镜头来国外，即阵疫情也未收煞，生活是过得真无自在。防疫措施，才要注意遐个金属压力嘛真大。伫日本东京，即马就有一间民商工作室，提供者特别课程，替人投放压力。虽讲介绍是无俗，不过疫情愈紧加，伊的生意却如何？房间内面空空无啥物件，
电火是白色的，也有放音乐。三个人坐伫咧涂骹，正伫做放空冥想。日々のストレスだったりとか、そういった雑念だったりもっていうところから、解き放たれて、瞑想っていう体験に没入したいなと思って来ました。即间伫日本东京的冥想工作室，规划一套80分钟的课程，安排伫4间无同的房间，对正光的电火到暗暝的星空，感受净化心灵的旅程。创办人讲，因为疫情，大家有更加侪时間，想要恢復快樂嘅心情，人客顛倒變多。2019年の予約者数とかを1年単位で換算していくと昨年の2021年ですかねは1.5倍ぐらい予約数が増えていたりとか月単位でいうとコロナ前の2倍ぐらい来ているような月もですねあるような状況ですね。根據統計，疫情造成心理健康照護的需求，全世界伫咧心理應用相關產業支出差不多到5億美金，像這套課程要12000日幣，要到大票3000，也是真濟人報名。空間が素晴らしいことかなと思います。その明るい世界の暗い世界の行き来だったりとか、あとは瞑想のプログラムだったりとかはすごくしっかりしているので。冥想課程結束了，佫到一間由德加布置的房間，經一個後仔泡一杯茶。佇咧泡茶啉茶的時陣，佫回想拄仔冥想的過程。工作室講，疫情所引起的精神疾病愈來愈多，透過冥想會當幫助釋放壓力，加幸福的感覺佫期待。公司新聞鄭慧玲報道。市面上的秘魯800款，即馬伫法國有一款新的藍色的秘魯，這毋若色水，有影真正是藍紫色的，啉起來佫有小可奶汁香。這是法國的酒廠甲一間健康食品公司合作，佇秘魯發酵時加入去一款海草，互黃色的秘魯變做藍色的，一上市銷路佫真好。佇咧玻璃杯仔內面，藍膠色的液體，毋是果汁，也毋是汽水，是秘魯。是法國一間酒廠，甲組織健康食品公司合作，佇咧秘魯發酵嘅過程中加入組織，互原本色彩是金黃色嘅秘魯變做藍膠色。Il faut regarder au microscope pour pousser plus loin et voir vraiment cette forme spiralée. Et donc c'est cette spiruline qu'on utilise nous comme aliment, santé, etc. Et c'est aussi à partir de ça qu'on fait l'extraction du pigment bleu pour la bière bleue. 伫以前叫做秘魯的工廠，想要加做類和酒變色，尾仔攏變做綠色的，看起來無啥好看。經過幾多遍的測試，酒廠甲食品公司提煉組裡內面的佐納兩倍，因為會當產生深藍色的成分，互秘魯變做正水的藍膠色，還有淡薄果汁香。On sent que c'est léger en alcool et c'est assez houblonné. Avec des notes de fruits, un peu agrumes. Et en rétro-olfaction, on sent un côté un peu litchi, c'est très rafraîchissant. 這種有果汁香的藍秘魯，對去年10月開始賣了，正受歡迎。到12月，限量的1500罐攏總賣了。C'est hyper motivant de voir que la bière se vend rapidement, puisque ça génère énormément d'intérêt et de curiosité de la part du public. Nous, ça nous encourage à stabiliser la recette avant tout, et puis de pouvoir la reproduire en s'assurant qu'elle tienne dans le temps. 這種秘魯已經引起真濟銷售商的注意，市場的需求量一直增加，酒廠就加緊生產的速度，以平均一天500公升的速度增灌包裝，希望會當應付市場的需求。公司新聞陳思東編輯。天氣報道者，咱來關心天氣。今仔日各地攏是好天、小熱天氣。敢若佇基隆北海岸甲東半部有地漸雨。若今仔日佇西半部空氣品質是較歹，中部、外島空氣品質是柑仔色的提醒。若南部的空氣品質是紅色的警示。另外要提醒鄉親，明仔載到禮拜東北季風會增強，北部、東北部溫度會下降，東半部、北部山區會落雨。後禮拜三冷氣團才減弱。溫度才會豆豆回升，所以來關心今仔日各地頭的溫度。北部的溫度上低18度，上懸28度；中部的溫度上低是17度，上懸28度；
伫南部的温度上低是17度，上悬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8度；外岛的温度上低是12度，上悬23度。再会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